全美戏院国宝画师严正发一笔一画，慢慢画出报道歌王文夏的模样。连续赶工，就是要赶伫咧8日之前完成这把电影扛棒。金甘蔗雅典这是甲全美戏院合作推广，规划将大型文夏纪念扛棒挂伫咧民权路甲永和路口，并设立一块星光牌啊，模仿好莱坞星光大道的概念，借此纪念文夏，也推广金甘蔗雅典。差不多是2层楼的悬度，会挂伫对面吼，迄个所在，迄个挖角的所在。咱伫个街角的乡对面吼，涂骹有一个，这就是咱文夏的一个纪念的迄个标志吼。就是表示这是咱台湾歌神的星光大道吼。所以希望未来是讲，希望讲，咱少年人吼，若是拍一个吉他吼。咱台湾咧做音乐的人足侪，咱台湾独立音乐制作者足侪，大家拍一个吉他来伫遮吼，向咱文夏咱台湾歌神来致敬吼。嘛感谢伊对台湾做遮侪，咱拄则讲1200首的台湾歌。文夏的旧厝就伫咧民权路顶，吴俊峰回忆当年台语片时代。文夏就曾经伫戏院顶台办演唱会，迄个时阵会当讲是轰动全台南。文夏是阮民权路的老厝边啦吼，伊过去吼，拢定定来全美院看电影，伊慢慢来阮这个舞台做随便登台。伊文夏那个老师吼，阮做怀念伊的啦吼，即个办这个活动吼，咱是拢真自发心的，家己出钱出力。因为伊也都叫妈妈请你也保重，我想来保亲节做上好啊。而且伊文夏吼，阮遮的厝边我逐个拢有问过，讲文夏爱食啥物沙哥鸭啦，爱食打面啦，拢爱来阮全美看电影，所以拢定定伫遮出入真侪故事啦。想老师打造吼，无纪念吼，真无彩。所以即个真感谢即个单位也向阮配合。大家共同发心来办这场真盛大的活动。大型扛棒将伫咧5月8日母亲节当天挂伫咧戏院斜对面的路口。当天暗时，嘛有一场文夏主演的《再见台北》伫戏院内底播送。主办单位邀请民众免费索票入场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